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8月5號。最近日元匯價大幅走強，美元對日元自接近164嘅水平之後回落，去到155附近嘅位置。除咗日本政府喺上個星期四疑似入市干預買日元之外，美日兩國嘅財金官員亦都證實，上個星期五曾經聯手干預市場以支持日元。即使干預嘅行動可能會暫時推高日元，但係喺基本面因素限制之下，日元或者難以持續走強。預料美元對日元或者會再次回升，去到接近160嘅水平。紐元方面，隨住紐西蘭央行加息，預料紐元將會跑贏澳元，或者帶嚟吸納紐元對其他非美貨幣，例如加元、歐元、英鎊同埋日元嘅機會。由於紐西蘭嘅通脹範圍正喺度擴大，或者令到紐西蘭央行喺2026年下半年保持鷹派嘅立場，紐西蘭勞動力市場嘅穩定跡象都可能帶嚟新一輪資金流入紐元。花旗分析員將繼續關注淨移民入口持續反彈嘅情況。而另外，金價方面，近期金價回落，但係黃金喺策略性投資組合入邊作為多元化嘅核心主題仍然穩固。環球投資者、主權基金同埋各國嘅央行正喺度加配緊黃金嘅配置，應對日益明顯多極嘅通脹宏觀環境。我哋預計情況將會持續，而市況波動或者為黃金提供吸引嘅投資配置嘅機會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